来乡亲啊，继续是一个惊险的画面。中华落水溪中大水，第4河川局委托2个工人到现场来查看，结果2个工人是掉伫个溪坡，消防局派船艇去救援，但是这个水实在是真惨流，无法度挖进，上尾也是出动着怪手，才甲人救出来。 落个麦仔水真错流，台北风台带来惊人雨势，造成中华落水溪中大水，甚至溢起来车路。详细看河堤中央有一台怪手等咧救援，真危险。中华消防局第4大队接到通报，随来救援，不过溪水实在伤错流，船无法度挖进，只好派大型的怪手协助搜救。 怪手拿清拄岸边的土石，拿豆豆挖进，总算伫早起7点21分，将2个掉伫内底民众成功救出来。大哥，上来一点啊，再上来啊！上来一点。原来这2个民众是第4河川局委外工人，因为烦恼风台面雨势，特别伫早起4点外去查看溪州路段水情的变化，却想袂到就安尼掉伫铺轮。 加在这2个人意识清楚，无明显的外伤，平安脱离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